今日話話課外活動，課外活動。課外活動我哋學生哥嗰陣，學生哥嗰陣嘅課外活動。課外活動。好啊。你有冇玩過任何運動啊？運動啊？運動。學生嗰陣，我通常玩籃球。籃球啊，籃球。哦，籃球。籃球。係啊。呢個係唔係學校嘅 club 或我哋你我哋學校咧club 係學生開嘅。學生好自由嘅。例如我想開籃球 club 可以。我想開coding club 可以。我想開摺紙係咩啊？摺紙紙摺咗個摺紙摺紙即係紙，佢可以變紙紙飛機，例如話紙飛機。飛機。紙飛機 club 好自由嘅。咩都有，你想開就有啦。我哋有例如我打過棒球。棒球同足球track and field。例如其他文化嘅活動係寫畫drawing。あとcooking。cooking。cooking 係啊，不過我小學四年級開始棒球。直至高學三年級。咁全好多運動喎嚇，你又棒球又足球，全部運動。運動我只係打棒球。係啊，我未玩過其他 sports。所以喺日本棒球好 popular， 好人氣，好多人玩。好 popular， 好似最 popular sports。最 popular 嘅 sport 就係棒球。於是最近教學棒球錦標賽。錦標賽最近開始啦。National 錦標賽。所以你個學校有冇參加？你以前中學、小學有冇參加？你呢個錦標賽呢個比賽，係邊個參加 ？team 係邊個？有啲咩 team？邊個 team？ごめん、日本語で聞き返すけど。その試合は太鼓の聴覚もチーム出る？そういうこと。係啊。我個教學。不
過佢哋lost。我輸咗。佢哋 lost 過。lost 咗啦。lost。哦，咁有幾多個 team 參加？咁喺天神48 team。 48個 team。哦，同 World Cup 一樣，同世界盃一樣。少。例如東京有200 team。200 team。200 team。哦。哦。咁你幾時開始籃球？哦，通常我哋學生嘅時候，一個星期有2堂sports 嘅課 class。哦，兩堂。兩堂。嗰陣時就會打籃球。於是即係我玩籃球一星期嘅兩次。兩次。係兩次。哦。你哋學校你哋體育課 sports class 一星期有幾多？我哋有過三次。哦。三次。不過我哋棒球 club。係。棒球 club は6次。6次？一星期6次。哦。practice。哇。好多 practice。哦。所以我哋smart。哦。全部去 practice 訓練。係啊。哦。我哋係多謝你講。喺日本我哋有問題課外學校同勉強學習。學習嘅 balance。好多差唔多學生課外學校課外運動。所以於是好多好多學習。即係你哋好多人會玩課外活動唔學習。係啊。我哋應該係有兩邊嘅人咯。香港兩邊，一邊人咧就係學習嘅，佢就唔 sports。呢邊人即係呢その部分 hit 格些係淨係學習。その部分格些呢班人咧就淨係 sports。都有。係。香港有好勤力㗎。都係啊，好大壓力 stressful。 very stressful。例如 Singapore。係啊。所以於是我哋有好多功課啊。功課。我學校功課唔多，
唔多？唔多。佢係佢鼓勵你去做唔同嘅活動，例如去做義工，做義工咩啊？義工啊，charity，charity 例如香港有個活動叫做賣旗就係就睇下有冇先，賣旗就係捐錢捐錢啊！你喺個街嗰度就話啊，我代表 Jockey Club， 你捐錢，我看你俾我看你嘅路，冇啦捐錢。咩啊？保健可能係保健charity， charity 咁學生咧就去做喺條街嗰度，企喺度啊，先生你捐唔捐錢啊？小姐你捐唔捐錢啊？咁你有冇去習過嘅補習社？補習社都有。對。peer pressure。pressure。但係我覺得冇咩用。冇用。冇用。好大壓力啊！我覺得 stressful。stressful。係啊。好，咁你幾時去過補習社一星期？一星期去幾多次？可能2次左右啦，2、3次。2次。2次比較日本就好似少少。我唔算補得多。有啲朋友6次。6次。係啊。哇！中文、英文每日都補唔同，數學，好多嘢補。喺日本度，日本度啊，日本學生度啊，多咗啊。特別日本小朋友特別先是小朋友。咩啊？先是例如東京大阪big city。啲嘅小朋友就去一星期嘅6次補習社。香港個學生小朋友都係6次補習社，跟住so stay 仲要學fencing group。fencing group 知唔知？係啊。要學，因為有香港選手贏咗奧運冠軍。香港有冇有名 fencing player？張家朗。佢贏咗2次奧運 team medal 金牌。Tokyo 係同埋巴黎奧運會。Olympic 站嘅人。Olympic 站喺香港有 Olympic 站。喺香港有 Olympic 站，係啊。佢係唔係 Olympic 站嘅人？佢係因為佢唔係
Olympic 嘅站係其他人，應該係40年前，40年前40年前，40年前攞咗第一個奧運冠軍、奧運金牌嘅時候。咩任何運動 player，佢係任何運動 player。哦，係咩運動？啊，咩運動？哦，好似係滑浪風帆。滑浪風帆。風帆。哦，喺個海度玩嘅海，umi no naka。哦，umi係咁樣，跟住有個帆，有個船嘅。啊，yacht。啊，見た，好似嘅。係啊。不過其他不過唔一嘅種目。咩話？係。啊，多次。我知not yet 嘅 sports。Natia。ヨット以外のスポーツの人ってこと？ヨットじゃない競技の選手ってこと？唔明啊。ね。好難啊。その選手の競技はなんだっけ？玩咩運動？そう、咩運動？佢係滑浪風帆。日本語にすると日本語係唔識啊。英語も。英文都唔識啊。分かった。後で調べるわ。係、後で調べる。好。係啊。不過贏咗奧運冠軍嘅話，Jockey Club 會送500萬港紙。500萬港紙500萬港紙俾選手，差唔多呢個數啦。好勁啊！係啊。一次 win get 500萬港紙。奧運冠軍 Olympic 金メダル。Olympic。係啊。我聽講好多香港人做足球，係唔係啊？好多香港人玩足球。做足球，我聽講好多香港人做足球，真啊？做足球？做play 足球。soccer。soccer。足球。其實香港唔算好多。香港運動都比較少。因為一般嚟講運動揾唔到錢。運動員選手錢お金冇ない。所以屋企家族嘅家長唔中意小朋友運動。係要讀書 study。通常小朋友嘅時候
俾佢學 fencing 嘅話，piano 啊呢啲係入好啲嘅學校讀書 study，即係唔係真係想佢做運動員。於是好多香港小朋友就玩fencing 劍擊，fencing turn piano 係彈琴。喺 resume 度好啲 resume 啊，我識fencing，我識 piano，俾個school 俾個學校，跟住 OK，好嘅小朋友入嚟啦，過嚟啦咁樣 resume，其他運動也冇好到 player，因為冇錢，冇 sponsor，冇人想玩，冇人想玩。喺日本其他 sports 有好多 player，例如最大player 嘅運動係棒球。有好多 sponsor，例如読売新聞、新聞新聞，其實Toyota，係中日ドラゴンズ嘅 sponsor。呢個 team 嘅 sponsor。係。ソフトバンク。你知啊？ソフトバンク有パン球 professional パン球 club。福岡ソフトバンクホークス。係。不過香港好似比較少細個小朋友就去訓練 train 嘅 club 或者嘅 team 少啲，譬如話喺Europe 歐洲，佢哋有soccer 可能5歲6歲嘅時候就開始 train soccer 跟住去揀去 Europe。如果好叻嘅會去咯，但或者去做游水，譬如話游水，香港游水嘅話可能會去美國，佢哋會 train 得好啲，你最近玩唔玩游水啊？最近少咗，呢2個星期少咗。上個月有去游。我最近學緊crawl 自由式。以前細個嘅時候唔識自由式。最近學識咗。我細個嗰陣學玩游水。一星期兩次。你日 Q 6次游水2次？我小學1年級，直至小學3年級玩游水。然後我小學4年級，小學4年級開始棒球。所以每一年都唔同嘅運動
游水、係籃球，係啊，哦，日本小朋友好多日本小朋友玩游水。香港唔多，我記得我哋學校有水運會，知唔知咩嚟？水運會每年水運水運水運水泳大會。哦，我哋冇啊。哦，我哋學校每年都有。每年都有一次。每年。哦，係啊。跟住有一年我哋個班我哋 class 冇人參加，冇人比賽，咁冇人去，所以我去。因為我識游 ，OK 識游，但係唔係好叻。跟住我參加報名跟住 Moscow， 跟住我啲對手係學校 team 嘅隊員，佢哋好快係啊，佢哋已經游完啦，我仲係一半啫。所以但係 OK， 我覺得幾好，因為我參加咗咯，因為即係參加都好好。雖然輸咗，lost。你咩游水咩游水方面好唔好啊？你即係唔叻，麻麻地，唔叻，麻麻地，係。但係我中意游水。我中意滑雪。蛙式。滑雪係。滑雪方面好好啊，好勁㗎蛙式。係啊，蛙雪 master。下次要教下我。不過 butterfly 方面唔好啊。你識 butterfly？我唔識啊。butterfly 同埋 back 向後。背泳我都唔識。背泳。未學。係。我淨係識蛙式同自由式。係啊。背泳好難啊。好難啊。因為香港 pool 游泳池好多人，所以好多人，所以蛙式可以睇到前面 ，OK。背泳睇唔到。睇唔到。butterfly 好似都睇唔到。係啊，就會撞到人咯，因為人好多。越嚟越知啊。係啊，所以都係一路以嚟都冇學呢兩個咯。於是香港有冇有少 pool 都係公立嘅政府嘅 pool。係啊。日本都有啊。都市民 ticket。市民 pool，そう citizen。唔貴啊，入去一次14蚊港紙。14蚊300円。日本度。都差唔多。200円。一樣。
好平啊，好平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係啊。いい感じの時間になったね。1時間。1時間。係。咁你今日去邊度啊？我今日準備出去沖咖啡，俾個朋友咖啡一齊沖咖啡。練習下。佢玩咗好多年㗎啦。好多年。佢玩咗我諗10年，10年。10年。10年學沖咖啡10年友達。我學習勉強してる。そうなんだ。係啊係啊。學習下。係啊。咁你咧？你有咩做陣間？今日我會去我媽媽嘅父母屋企。返老家。翻老家。翻老家。遠唔遠啊？好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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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咁你要出發啦。